咁啊，Hello，大家好啦！《尋秦記》咧上演咗幾日，官方都已經公布咗票房數據。香港票房咧就已經好快咁樣超過咗2000萬，內地票房咧就更加喺2日之內就超過咗1億添。咁估計咧就已經有好多人睇咗啦。咁所以咧版主亦都唔會再拖大家，咁就開始準備有劇透版嘅《尋秦記》影評。咁首先，如果大家係仲未睇呢套戲嘅話呢，咁啊千祈就唔好繼續睇呢條片啦。事關呢條片呢，會有大量嘅劇透，而版主亦都會因應翻劇情嘅內容去講解翻《尋秦記》電影版嘅故事，以及版主認為呢套電影拍得好或者拍得唔好嘅地方。咁如果大家真係未睇嘅話呢，或者可以先考慮睇翻版主嘅上一條影片。呢一條影片呢，係一個冇劇透嘅基本影評嚟嘅。咁大家有興趣呢，就可以睇咗先。咁好啦，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就去片。喺睇條片之前呢，咁啊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之後就再俾個 like 完之後呢，如果覺得條片係 OK 嘅，就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人睇，而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希望所有入嚟睇呢條片嘅人呢，都做足呢幾樣嘢，唔該晒大家。咁好啦，首先呢，喺影片正式開始之前，版主呢就喺度戴翻個頭盔先。咁事關天下一呢，就出咗個聲明嘅，就指近日呢，有大量嘅社交媒體裏邊都流出咗好多電影版裏邊嘅劇照，而呢啲劇照呢，就唔係官方認可以流出嘅劇照，而係有一啲網民有一啲觀眾喺戲院裏邊偷拍出嚟嘅劇照。咁所以版主呢，就喺度做個聲明先，版主呢條影片裏邊所用嘅劇照呢，都係取自於官方，又或者佢哋註冊咗嘅社交媒體裏邊下載落嚟嘅截圖。版主呢，就從來都冇喺電影裏邊偷影，又或者偷取一啲喺電影裏邊偷拍出嚟嘅劇照嚟到做呢條片嘅。事先講明先啊，唔該。咁電影1個半鐘頭嘅內容到底係講啲乜嘢呢？版主而家就好快咁同大家講一次。話說林峰飾演嘅秦王嬴政已經殲滅咗戰國時代嘅其中5國。喺故事開始嘅時候，飾演嬴政幕僚嘅蔡一智就走去問飾演項少龍嘅古天樂，秦王而家就打算進攻齊國，咁你要點樣準備呢？古天樂就同蔡一智透露，秦國就將會不戰而勝。然後鏡頭一轉，古天樂就知道秦國滅6國之後，秦王嘅目標就自然會係佢哋，所以亦都叫佢哋嘅家人要盡快搬走，離開而家嘅棲息地。同時間，秦王又真係按照項少龍所講，以不戰而勝嘅方式滅咗齊國。而佢哋一行人行翻去咸陽城嘅途中，就突然出現咗由苗僑偉飾演嘅阿 Ken 所率領嘅現代人，以高科技同埋高端嘅軍事武器向秦王嘅部隊作出攻擊。秦王嘅部隊呢，因此死傷無數，而秦王亦都意識到呢一班係未來嘅人，所以即時呢就會諗到向項少龍求救。咁其實故事一開始嘅時候就用咗大概3分鐘嘅劇情講解咗苗僑偉所飾演嘅阿 Ken 呢，先至係時光機嘅發明人。理論上佢應該係第一個穿越嘅實驗者。咁不過呢，就因為要跟翻電視劇嘅內容，即係鄧一軍所飾演嘅李小超，就覺得項少龍嗰個樣呢就同啲秦俑好相似。所以就俾項少龍先行翻去秦國，而由於項少龍一去不返，因此阿 Ken 作為時光機嘅發明人，就要食咗隻死貓，面對牢獄之災。而阿 Ken 就唔甘心功勞就俾人搶咗去，但係咧又要為古天樂坐監，咁於是就講佢一放監之後，就揾咗幾個同伴，相信係啲僱傭兵嘅人呢，就坐咗時光機翻去古代，企圖殺死秦王嬴政，再取代佢成為中國第一個皇帝。而佢哋呢一班未來人就一共向項少龍同埋嬴政就總共發動咗2次攻勢，分別咧就進攻項少龍嘅屋企，以及由滕麗明同埋歐瑞偉所飾演嘅善游同埋陶總管所建立嘅山寨據點。咁2次進攻期間呢，滕麗明就受咗傷，歐瑞偉就戰死，而阿 Ken 呢就利用高科技成功複製咗秦王嬴政嘅外貌，亦都以為自己咧已經用槍打死咗嬴政。於是阿 Ken 就諗住用秦王嬴政嘅外貌返回秦國，直接取代佢成為皇帝。最後項少龍同埋嬴政呢，就決定反攻呢一班未來人，就帶少數嘅人返回秦國，揭穿假秦王就即係阿 Ken 假扮嘅陰謀。咁去到最後，一眾未來人呢就全部戰死，但阿 Ken 喺臨死之前就向秦王嬴政透露，其實秦王大概就只會得翻10年命左右，之後就會俾項少龍個仔，亦都即係項羽所殺，秦朝亦都會俾項羽所取代而滅亡。於是秦王就決定反殺項少龍，但係最後就俾項少龍挾持，一路去到江邊，睇住項少龍坐船離開。電影嘅最後呢，項少龍動之以情，就話20年嚟，其實除咗當秦王係佢徒弟之外，更加當咗秦王係佢個仔，所以20年嚟一直只會避開秦王，但就從來冇打算殺死秦王。咁而呢一句說話呢，亦都感動咗秦王，
於是秦王咧就決定放佢哋走，任由阿 Ken 嘅預言，即係項少龍個仔項羽10年之後會殺死自己呢一刻咧，嬴政都已經唔打算深究呢個預言到底會唔會成真啦。而去到影片嘅最後，秦王就向陳國邦飾演嘅李斯下達命令，就將項少龍等人坐船離開咧，要對外講解成為佢派人坐船去東邊取不死藥，亦都真係暗示歷史上道士徐福東行為秦始皇求不死藥嘅一段野史。同時間，秦王亦都向李斯下令，要盡快大興土木，好多嘢要做。李斯就表示戰國先啱啱統一啫，唔適宜勞民傷財。但係秦王就同李斯講，就話咧，寡人剩低嘅時間咧就已經唔多啦，所有嘅嘢需要盡快執行。即係秦王其實已經知道咗歷史係唔可以改變，決定認命，決定喺有生之年就做最多嘅嘢。咁好啦，結局完咗之後呢，電影裏邊就出現咗另一個結局。就係話說秦王殺死晒所有未來人之後，一眾主角呢就穿越翻去現代，一眾古代人呢就終於知道項少龍嘅家鄉，即係而家嘅香港係幾咁美麗繁華，科技有幾咁先進。影片最後呢仲出現咗已經死去嘅趙國公主趙善，而家叫做 Maggie 嘅雪兒，就表示咧前世嘅因果就要翻去古代解決。於是佢哋所有穿越翻去現代嘅人，又要再利用時光機穿越翻去古代，影片就正式結束。咁首先要講嘅呢，就係影片裏邊嘅動作場面的而且確會比電視版嚟得好，可能因為預算嘅問題啦。而且裏邊由於涉及咗一啲較為科幻嘅高科技打鬥場面，以及電影級別嘅爆破同埋槍戰場景，同埋一啲古裝武俠片嘅格鬥、逃難場景等等呢，都做得比電視版好。而另外大概個半鐘頭嘅電影裏邊呢，其實佢哋透過唔同嘅角色、唔同嘅對白去交代同埋去強調一樣嘢，就係話當歷史嘅事件一發生咗之後呢，其實就改變唔到噶啦。以電視版為例，真嘅秦王嬴政喺趙姬逃脫嘅時候就已經證實死亡。最後喺歷史嘅陰差陽錯之下，項少龍就將趙盤推咗出去，做咗而家嘅嬴政。所以即使真正嘅秦王死咗呢，亦都會有另一個秦王出現。所以佢哋呢就想借呢個動作去說明歷史係改變唔到嘅。而另外一幕就係版主頭先一開始所講，作為秦王幕僚嘅蔡一智就係詢問項少龍，秦王進攻齊國嘅時候要注意啲乜嘢？項少龍就表示，秦國對齊國嘅時候將會不戰而勝。而根據歷史記載，公元前221年，齊國知道秦國進攻自己之後呢，當時係開城投降，秦國係不費一兵一卒就贏咗噶啦。咁其實呢，如果大家睇得明呢一段嘅呢，就會明白一樣嘢。蔡一智知道古天樂係一個未來人，佢詢問古天樂秦國如何進攻齊國，其實就唔係想問佢點樣行軍打仗啊，點樣布陣啊，甚至咩兵法上嘅意見，其實就係想知道呢一段歷史到底係點樣進行。最終蔡一智知道咗答案之後，就將答案話翻俾秦王嬴政知道，就等秦王嬴政跟住歷史而行。而另外由苗僑偉所飾演嘅阿 Ken 去到電影中段，佢取代秦王嘅方法呢，就唔係話淨係殺死秦王跟住自己就做皇帝，而係佢打算殺死咗秦王之後，再將自己個樣易容到成秦王一模一樣，假扮秦王，然後呢就翻去咸陽城繼續做皇帝。呢個動作呢，其實已經說明咗苗僑偉飾演嘅阿 Ken 係知道歷史唔可以改寫，就算殺咗秦王嬴政都好啊，咁亦都會有第二個嬴政出現，就繼續統領秦國。所以佢嘅做法呢，就係殺咗原有嘅秦王之後，將自己就假扮成另一個秦王，繼續統領秦國，而唔係用另一個新嘅身份呢去統領秦國嘅。去到影片嘅中後段，秦王就從阿 Ken 嘅口中得知，自己將會俾項少龍個仔即係項羽所殺，而秦王亦都係決定認命嘅。喺最後嗰10年裏邊，決定大興土木，為秦國嘅未來打好基礎。佢冇選擇即時殺死項少龍或者項羽，或者等佢哋上船離開嘅時候咧就放火燒船。咁所以呢，其實喺秦王嘅呢個行為嚟睇，秦王都好清楚知道歷史係改變唔到。歷史發生咗嘅話，就算中間做咗啲乜嘢改變都好啦，最後都係會發生。所以秦王最後自己咧都只係可以認命，喺最後呢10年有限嘅時間裏邊咧就做最多嘅嘢就算啦。咁所以喺成套電影嚟講咧，絕對係可以滿足一啲電影迷，又或者科幻片迷，又或者對穿越片有要求嘅電影迷。整體嚟講咧係唔錯嘅。咁不過咧，如果對於一啲《尋秦記》電視版嘅忠實 fans 嚟講咧，呢套電影咧就會有少少扣分嘅情況。咁接住落嚟，版主就會講解呢套電影裏邊有2個版主認為需要扣分嘅位置同埋情節。
首先第一個，其實電影版裏邊呢已經盡量揾翻電視版裏邊曾經出現過嘅演員，咁其中比較可惜嘅就係江華啦。咁佢就表示佢所飾演嘅角色，不論係連晉定係路外，都已經喺電視版《尋秦記》裏邊死咗，於是冇興趣喺電影版裏邊再次登場。咁但係古天樂呢，都已經好盡力揾翻好多嘅舊演員出嚟，例如由歐瑞偉飾演嘅陶方陶總管啦，黃文彪飾演嘅二哥滕毅，滕麗明飾演嘅殺手單游等等。咁甚至呢，由鄧一軍飾演嘅李小超，呢啲都係25年前電影版裏邊嘅角色。但係去到電影版，唔知係片酬嘅問題啊、檔期問題啊、電影公司嘅問題啊，定甚至係 TVB 嘅問題啦。呢一堆值得回憶嘅演員呢，就夾硬俾電影就斬開咗上下兩部分，全部就放咗喺電影嘅上半部分出場，下半場呢，基本上就冇晒佢哋咁滯。例如由鄧一軍飾演嘅李小超為例啦，就係喺電影裏邊一開始嘅時候嗰一兩分鐘，以及第二個結局裏邊最後嗰一兩分鐘呢，就客串咗一次。而滕麗明、黃文彪、歐瑞偉呢三位喺電影裏邊都叫做舉足輕重嘅角色呢，就喺電影版裏邊嘅攻防戰先至出現，咁唔係受傷呢，就死咗，被逼退場。咁最後喺下半部分反攻秦國嘅一場攻防戰呢，古天樂就安排咗張繼聰上去。咁但係張繼聰嘅呢個角色其實有咩特別身份呢？唔可以話完全冇嘅，咁只不過呢，就係由阿項羽輕輕咁樣交代咗兩句。就話佢嘅親人呢係因為秦國大興土木而死嘅人嚟嘅，咁就係咁多嘅啫。咁啊坦白講啦，如果你話最後陪住古天樂反攻秦國，飛走咗張繼聰，放翻阿歐瑞偉或者放翻滕麗明是但一個入去都好啦，咁啊相信個故事呢就會順暢得好多。而因為電視版而再去睇電影版嘅觀眾呢，亦都相信會受落好多嘅。咁但係就係唔知咩原因，電影版呢就刻意要佢哋三個提早退場，就放咗張繼聰入去。咁其實呢，成套電影都冇交代過，點解呢咁多人唔揀就要揀張繼聰？咁佢特別好打咩？冇說明喎。咁但係佢同秦國係咪有啲咩血海深仇，所以一定要去呢？咁其實頭先所講啦，即係靠阿項羽兩句對白交代。咁但係張繼聰嘅過去呢，就唔會話有啲咩故事啊，有啲咩片段啊可以詳細說明。嗱，咁啊版主粗略估計啦，唔知係咪天下一當年呢就有心捧紅張繼聰，又或者覺得拍攝嗰幾年呢，張繼聰呢就應該要好紅嘅，咁所以呢，就要點樣都要俾個角色佢。咁但係咁講啦，其實呢，而家2025年年尾或者2026年年頭，大家就會覺得呢，呢個位置放張繼聰入去嘅話呢，就好似真係有啲夾硬嚟，唔知做乜咁樣樣。咁所以棄用晒所有電視版值得回憶嘅演員唔用，而去到最後決戰嘅時候，突然之間走個張繼聰過嚟呢，呢一度版主作為電視版嘅忠實 fans 就覺得要扣1分嘅。而另外由阿 Ken 所帶領嘅僱傭兵所出現同埋全滅呢，版主就認為交代得唔係好合理。嗱，咁就試完項少龍同埋秦王反攻秦國，殺死假秦王嘅呢個劇情呢，佢哋就竟然交代咗一眾擁有高科技嘅未來人，就係因為要假扮秦王同埋假扮佢嘅救命恩人嘅關係而入宮，竟然就因為呢個原因呢，佢哋入宮嘅時候就決定唔帶任何嘅武器，所以當佢哋俾秦國士兵捉拿嘅時候呢，就可以話呢，佢哋係2秒之內呢就俾啲秦國士兵殺晒啦。版主就認為呢個講法呢，應用翻電影版嘅劇情呢係完全講唔通嘅。版主就認為咧，雖然阿 Ken 就已經易容成為秦王嬴政，而佢亦都預計冇人認得出自己嘅身份，但係咁相信啦，點樣都會帶1-2件兵器入宮啩。再加上陪佢哋入宮嘅人，喂，如果睇佢哋對白啊，估計佢哋咧其實應該都係啲僱傭兵嚟嘅。喂，僱傭兵冇可能一件隨身兵器刀啊、手槍啊可以完全唔帶，咁就好坦白啦。如果你咁樣做咧，就其實同自殺就冇分別。咁啊，當然啦，你哋就可能會話呢，話因為佢哋咧係喬裝入宮嘅，就唔方便帶武器。咁但係其實片頭嗰度呢，就已經講到呢一班未來人嘅未來科技，就可以用一個手掌咁大嘅裝置呢，就可以變到部大嘅電單車出嚟，甚至咧飛行滑板都有。咁其實老實講啊，着定一件刀槍不入嘅盔甲喺個身入邊，又或者利用呢啲可以放大縮小嘅儀器，喂，收幾把機關槍喺身都好啊。其實以佢哋掌握嘅科技咧，就應該可以做到嘅。所以當佢哋又冇帶武器，又唔着盔甲，然後咧2下就俾人全滅嘅話咧，呢個講法實在講唔通。而阿 Ken 個女主動走上去秦王面前自殺嘅呢個場景咧，就更加講唔明佢到底想點添。而最後一個 point 呢，就係阿 Ken 同佢個女講解點樣翻去現代嘅時候呢，就有一個鏡頭就交代阿 Ken 將佢手上用嚟翻去現代嘅嗰個接收器呢，就收埋咗喺山寨入邊。咁但係咩原因呢？其實冇交代得好清楚，就淨係得一個鏡頭一見到佢放低咗個接收器就算。呢個原因呢，就要靠觀眾自己估出嚟。
會唔會係為咗控制呢一班僱傭兵嘅手段，又或者其他嘅原因？咁去到阿 Ken 死嘅嗰一刻咧，都冇交代到，就咁就俾人全滅咗。咁唔知係因為 cut 晒啲內容啊，定係導演又覺得咧，呢啲咁嘅劇情咧好濕碎啫，唔需要交代嘅。咁但係點樣都好呢，如果你係一個追求故事完整性嘅人，睇到呢幾段嘅話呢，一定會睇到一頭霧水。咁所以版主喺呢度呢，就再扣多佢一分。咁所以成套電影版主就好似上一條影片嘅影評話齋，一共要扣2分，10分滿分嘅話呢，版主就會8分佢。咁總括嚟講呢，《尋秦記》電影版仍然係一套值得入戲院睇嘅電影嚟嘅。咁不論你係香港睇啊，定係內地睇啦，都係值得一睇嘅。只不過你懷住唔同嘅身份去睇嘅話呢，得出嚟會有唔同嘅結果。如果你係純粹想入戲院睇場戲咁大把嘅啫，又或者俾近期《尋秦記》電影版鋪天蓋地宣傳所吸引而去睇戲嘅人，咁你就會認為咧呢套電影好緊湊啊，冇冷場啊，故事合理，值得一睇嘅。咁但係如果你係用25年前電視版嘅忠實 fans 諗住睇下呢個故事點樣延續落去嘅話呢，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啦。正如頭先所講呢，用一啲好牽強嘅理由棄用晒所有電視版嘅經典演員，夾硬擺個張繼聰入去嘅話呢，咁啊真係要扣分啦。咁好啦，版主嘅影片呢，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咁唔知大家睇咗《尋秦記》之後得出嚟嘅評價係點樣樣呢？大家認唔認同版主所講，對佢哋棄用電視版嘅大量演員呢樣嘢要扣分呢？而你又認為未來人全滅嗰個劇情又點睇呢？認唔認同版主所講有啲牽強呢？不妨留言講低大家嘅睇法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係講得好嘅，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